桂花糕还要甜。地北城，后池上神，还请随相公前去。老板，沏壶茶。好。这是你教的吗？舒儿虽无灵根，但学些拳脚功夫，想必自保足矣。教导一个人间的孩子，应该要花费不少心血吧？你何时教的？我的娘子，这还未过门呢，你便要管起为夫了吗？姐姐，你可算来看舒儿了，我还以为青木哥哥又在骗人了。胡说，本君何时骗过你？青木哥哥比我父亲还要严厉，他还威胁说，若是练不好，就不给我吃饭了呢。白说。不过功夫是舒儿自己要学的，娘亲说了，不能事事都依赖姐姐。爹爹已经走了，往后我们白家还要靠我呢。舒儿长大了，往后啊，这地北城还有你娘亲就全靠你了。对了，姐姐难得来一趟，我让母亲做饭给你吃，还有舒儿最喜欢的桂花糕，你也一定会喜欢的。后池上神，让我猜猜，是要替舒儿感谢我吗？你吸收的煞气，封印回了地宫，还未来得及恢复灵力，就来教导孩子，我很感动。光说感动可不行，得这样写。真甜，比桂花糕还要甜。你昨日你说婚礼之事你已经准备妥当，不知我突然改变主意了，可还来得及？当然来不及，婚姻大事不能随便更改。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此生非你不嫁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不想嫁给我了。你刚刚说此生非我不嫁，能不能再说一次？我是说，今天我去了趟人间，突然想同你像平凡夫妻那般，对着天地日月行礼，身边只有真心祝福我们的家人和朋友，而不是迎来送往的宾客。不知我这突然的想法是否会辜负你提前准备好的婚礼？不会，这有何难？一生只有一次的承诺，只要你想，一切都来得及。那我们就做最平凡的一对夫妻。我们有很长很长的岁月，可以白头偕老，又可以生很多很多的孩子。我呢，教他们斩妖除魔；你呢，就教他们琴棋书画，怎么样？期末，我不会琴棋书画。我可以先教你啊。